为丈夫和孩子走出隐症，迎来新生命祷告。第60天，仆人领袖心肠，谦卑服侍人的主耶稣，你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求你在我丈夫和孩子的生命中动工，塑造他们，使他们从自我中心、只顾满足私欲的隐症捆绑中走出来，转而有一颗像你一样的仆人之心。愿他们开始学习顾念家人的需要，体恤他人的软弱，并愿意用爱心去服务、去给予，让生命从索取转向给予，在这过程中找到真正的价值感和从你而来的更深满足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